公司台记台明年要推出的全新电视电影《偷小女王》，故事是咧讲是一位太太处理红菜所留落来这部，也发生一大段趣味又个感动人的故事。在今仔日也举办开镜记者会，大家做伙祈求拍片顺利。 《偷小女王》的导演张修成，也有男女主角主要演员拢做伙出席开镜仪式，祈求拍戏一切顺利。公司台2021年全新电视电影《偷小女王》，故事主要内容是描述女主角为着要处理过往的红菜留落来这部，开始各种料想袂到的偷小行动。就是这个角色自头到尾做的真侪代志，拢是我伫其他的戏也是其他的角色。 来的演戏的时阵完全无做过的代志，所以对我来讲嘛是一个真新的经验。另外，男主角张乐迪伫戏剧中扮演百姓谷教练，为着有上完美的演出，伊嘛特别训练身体。我在接这部戏的前3个月，我就是有特别去重训加强，然后吃高蛋白啊、肌酸啊，就是把自己的体态用的比较像拳击教练这样子。 这出《偷小女王》戏剧中演出现代女性面对困境的坚强个性和应变的能力。公司台除了进行开镜的金正恒的秘密《偷小女王》，后续嘛安排女性甲环保议题的影视创作，预计会伫明年的4月开始播送。记者苏静、夏桂林台北报道。